大家好，歡迎收看車仔台。由今集開始，我哋會以短片形式嚟介紹開箱模型。今集要開箱嘅係天年推出嘅中巴丹拿 V-Line 嘅車仔。今次推出嘅中巴試驗式顏色，見到模型其實感覺到好靚嘅。咁成架車最敗筆呢，就係車頭嗰個路線牌側邊爆咗油。咁一陣間最尾呢，我就會俾個特寫俾大家睇睇。咁其實成架車都對我嚟講，我覺得耳目一新，感覺好靚。呢個係佢嘅正面、側面、屎忽